日本国民天团 Arashi 震撼宣布2020年底要停止活动，杰尼斯也痛吃600亿金鸡母。队长大野智说，想尝试不被束缚的，并强调是5人共同决定。消息一出宛如国丧，有小女孩粉丝爆哭，也有 OL 喊着说明天想跟公司请假。Arashi 队长大野智，我想要在2020年底暂停我作为蓝成员的活动。Arashi 蓝5位团员亲自拍影片，宣布震撼消息，要在2020年底休团，停止团体活动。蓝在近10年可是帮杰尼斯赚进600亿台币。Arashi 团员相叶雅纪，真的绝不是我们之间出现矛盾，才出现这个结论，是我们5个人，包括一起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结果，强调是5个人讨论之后的共同决定，未来5个人各自有规划。其实 Arashi 至今已经20周年，队长大野智说想尝试看看不被束缚的感觉。Arashi 队长大野智想要自由地离开这个世界，想看看至今没看过的景色。消息一出，粉丝们超震惊，有妈妈粉丝说难过到呼吸困难，也有 OL 说明天想跟公司请假，甚至有小女孩粉丝当场爆哭。粉丝不要啊！粉丝震惊程度宛如国丧，尽管都说了是5个人的决定，但还是有人认为是因为大野智的关系。Arashi 队长大野智，我的人生一半以上有20年都是蓝，是会永远闪耀下去的东西吧。蓝今年成军20周年，日前刚宣布要举行50场公演，动员200多万人，打破史上最大规模。如今却宣布2020年底后停止活动。虽然还是会看到个人的单飞演出，但要合体恐怕很难了。